敢有可能？敢有一个空间吼，放物件放甲你连行路都无法度。我要去，我伫美国的时阵啊吼，我若要去回运到探访，袂当随便去呢。你拢爱伫美国，你拢甲人约无？甲约时间，有温准你去，你才会当去。有一届吼，一个90几岁的老的长老，女的爱无结婚啦吼。我讲吼，某某长老吼，我想要来恁兜甲恁探访，会使。就讲好欢迎吼，阮就约一个时间啊，大家过半月了吼，毋知啥物人去甲这消息讲出去，你知影？我足侪人吼已经不能当无去因兜啊，只听讲因兜要开放尔，就拢要去，结果去30几个。你啊吼，伊甲我连在要爱，你要来吼，我开个偌伙整理吼，物件藏，物件收，我腰酸背痛，你走了，我倒几个月。咱真侪时阵会藏物件，特别你若讲无人客来的时阵吼，当我藏到吼，免看啦，反正甲我家己尔嘛，我就知影，我即天气我知影我物件伫倒啊。你甲我看咧，我电脑找无物件有无？有人安尼讲无？物件收济其实毋好啦吼，我咧下骹这我写吼，入门免跳街，因为我去过人兜吼，真正你去因兜无路通行呢，用跳街啊安尼啊。囡仔咧算咧跳街有无？有障碍啊！无，咱来踢球我较受伤，好，留来就好过日啦，好。咱人生的中间拢有足侪通值得怀念的人啦，也是讲代志啦，也是讲物件啦，我承认啦，我家己是足够留物件的人，阮兜另外是一个足够简单的，这爱笑啦吼，爱留，毋是逐项拢好，所以爱笑啦吼，所以咱爱盘点咱的人生啦，我一直咧讲，咱爱有新的想法，伫教方面来讲，咱有新的生命的样子，但是咱毋是咧否定过去，像咱会去，咱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也没有将来，对吧？咱若无生。都无有生活，嘛无有将来的日子嘛，所以过去很重要，这是确定的。但是就是讲过去莫真做咱现在甚至将来日子的陪伴，这嘛介重要吼。所以咱希望咱今仔日会当安尼来分享了后，你当然当思考，看咱厝里的物件是毋是有一寡会当莫欠汉济落。来做一寡生命的整理啦吼。迄个古早有一个歌星，伊的名叫尤雅，伊唱一条歌叫做是什么意思？来听一下哈。会晓唱的，较侪人啊吼，这袂晓唱的叫做陌生人，捌听过的吼。这是古早的吼我是这个歌就是互咱来讲这个往事吼，就是当成一个记忆啦吼。炸物件，请你甲你的物件摕你的桌仔顶，甲透开。我知你拢有保护吼，你甲透开，吼。有即个物件对咱来讲拢真有意义啦吼，拢真有意义嘛，感觉讲真值得啦，安尼吼。很久了，从我小学到现在。好，要请咱中间几位来分享进前吼，我先讲我今日起来啦吼，我来分享吼。这看起哪石头吼？其实伊是树头，嘛毋是树头。阮爸爸是艺术家啦，画家吼。阮兜若古早，大概是南部到花莲台东，敢若阮唯一一间的美术材料店啦。所以阮兜嘛做一个人啊，你捌看过一个啊无？用石膏用的红啊，石膏像一个红啊。阮兜拢家己做吼，对做无开始，我拢家己做，家己用安尼吼。
啊，这是阮爸爸去测一个树头，伊感觉伊个树头会用真水，所以伊伫来顶悬，搁甲做一个雕塑，了甲环模啊，环模啊，搁甲做石膏，啊，伊这做无几个，所以阮兜每一个囡仔下厝里拢有啦。哦，这就无卖啦。伊通常伊做出来物件拢会做变做商品咧卖啦吼。这几哪会几个啊尔，啊，就阮囡仔食拢有安尼吼。好，啊，就是吼。有一天一个朋友吼，我怎啊伫中华的鹿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阮兜啊，啊，咱两个幼囡仔，大家是幼稚安尼吼。我就来讲，阮兜有足侪物件吼，会歹记的，请你爱注意的囡仔，你拢甲我讲没关系啦。有的老爸母咧教囡仔讲没关系，我们家的孩子都很乖。这个我咧讲，阮两个，阮爸爸做的物件拢甲我写歹，拢甲我写歹啦吼。哎，互咱看者，你有看顶悬有8份无？哦，这有8份啦吼，有无？啊，因为伊是石膏的啦吼，啊，所以边仔你看拢8份啦。啊，我安怎用？我后壁甲连起来啦吼，我毋甘单调啦，毋甘单调啊，就连起来吼，啊，所以即马搁留咧。这吼，你若去阮兜吼，我拢放伫拄仔顶悬，我毋敢甲调，阮爸爸做这是会当调的，因为惊歹去吼，所以我即摆拢放喺拄仔顶悬安尼吼。啊，若朋友去拢看着啊，有对这有趣味，就会问啊吼，就会当甲因分享吼。阮爸爸其实嘛，互阮足侪伊的图，这是高雄港。高雄港你若去阮兜，你会看伊是挂伫迄壁吼。啊嘛朋友去这啥物人的图，啊就会当甲因分享。我想，咱有真侪物件留落来，值得纪念。咱毋是要放伫迄个仓库间啊，咱是应该定定甲人分享，通值得纪念的物件，还是讲纪念的代志。安尼对咱来讲，这个记忆才有意义啦。伫圣经安怎甲以色列，还是讲基督徒讲你你着爱纪念你伫生活中间所经历领受到的恩典，而且呢，后壁佫一句最重要哦，你会甲你的子孙讲这样代志，安尼这有意义啦。啊，无可能吼，拢无去啊。像讲阮兜三个囡仔，阮兜三个囡仔毋捌看过阮爸爸。阮爸爸是1996年3月15安息，阮上生啊头前啊是1997年4月12才出世，所以毋捌看过。但是阮的囡仔对阮爸爸是足有印象，为虾米？我自己敢毋在讲啊。阮兜有足侪物件，甚至阮兜的囡仔，即马3个囡仔伫无共的所在，因拢有阮爸爸的图，因足爱珍惜遮个物件。啊，这就是讲会当传落去的财宝啦。有足侪人吼，财宝讲哦，传家之宝，那可了。银行、保险箱啊，银行咧看啦，佫无人看较害。你着该纳钱，对无？啊，锁条的，啊，你去着该得着人的稳准，足奇怪的，有无？吼，对不对？对啊，啊，你要去看家己的物件，着搁爱银行稳准，你有感觉足奇怪无？哦，所以我的角度是讲，你若要留落来，通个纪念的物件是你会当甲人分享的。袂去占着变做仓库间内底的物件，我感觉安尼较有意义啦，吼，安尼较有意义吼。好，来，所以咱莫甲咱的值得纪念的物件变成仓库的一份子，啊，这是一个前提啦，吼，毋是安尼啦，吼。好，来，咱等者，好，来，咱请3位有带物件来，来分享一下，来。请你啦，你拄则你甲我讲你白字的石头，哦，迄足有意思的，吼，来。这就等调嘛，毋甘，啊，阮若有人去阮兜，我就变宝。哦，是哦，对，啊，着爱分享安尼吼，好。这北极斯瓦巴特冰河的石头。北极。即摆遮逐个拢足有福气，看会到。你学的。我乃是我看即块足水的，足有我的缘啦，我就甲捡倒。啊，
去哦，迄个导游迄个，哎哟，你哪遐巧，会晓要捡迄个？我讲啥物好？我著看伊水啊，我介意啊。迄阵咱较无遮严，迄阵咱我著甲放咧行李内底送甲包包，著甲派转去。但是即摆已经叫 copy。应该是苏二。斯瓦巴特。我请的分享是吼，这是真正足特别。伊迄石头的纹路吼有够水，而且吼，这顶悬阁有树叶啊的化石伫顶头吼。树叶的化石伫顶头。即个。导游甲我讲吼，即个石头要结成安尼，爱4亿年才有法度结成，因为伊个树叶啊，落落去，就敢若摕。土啦，啥物货都是暗的。迄个冰河内底，有一天走出来，互我看到，我就甲捡返啊。所以讲，我知影即道的，即个石头会宝贵对无？我若无去，即个是啥？咱咧头发无人要捡。然后当做台湾的石头啊。无去啊。嘿啊，安尼我就拄啊好牧师安尼讲吼。你看吼，所以阮有福气。互你报。所以我嘛去过白池啊，那就对啊。这个纪念的，唔敢单调。你以后这是送的笔啊？因翁的啦，因翁的啦，因孙的阿公对啦。好。好，我安尼，我先放在遮。好，咱多谢好，多谢伊个分享。那我一来就看到迄个足水的迄个红仔线，见来。分享。保存很久的，就喜欢就把它留下来啊。这个就是樱桃小丸子啊。一套的。对呀，这是。这是去哪里收藏的？就是看喜欢就去。去买？去哪里买的？都有啦。都有。这个也可以送给那个牧师啦。我家里还有啦。不用，就出来分享就好了。谢谢。以后教会我带可以拿来。对呀。再来，来，各一位，各有啥物人要分享的？好，有用这。伊50啊岁了，过身啊，上帝刷去啊。虽然真唔甘，毋过日子总是爱过。但是有一个查某囝较头疼，无嫁红，搁身躯全变糖尿病，煞落，到即马目睭也无看，都是我要照顾他。还是我因为有接受到这个信仰。心内有坚强在信上帝。有来迄句嘛是靠了话上帝讲，谁这么早就把我安出来？这个就是人生的过程，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嘛是含泪忍下来。到今天，我是2个小孩，一个儿子。目前他们家的太太、小孩都在美国，他自己在台北在工作。有时候就是要过年的前一天，他才会想到我，才会要围炉，带我去吃小火锅。今年很特别，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就欢喜的。无我都唔捌吃过红包。感谢上帝，互我这个信仰会当坚持留伫我的心内。我18岁信主，阮同学把我带，我就一直把这个信仰放在心内，就是嫁给我先生，他是基督徒的后代，他不算基督徒。我感觉伊是我的负面教导，他的信仰没有很深，他都很浅，然后。好像是我在这个教会，我是培养到很深的信仰。
然后这个像是在那时候是图书馆，然后这里是我的教会图书馆，旧的图书馆。啊，我伫遮，我迄个做代理干的时候，我伫遮上班。哦 ，OK。嘿。好啊，伊安尼真好，就是讲，因先生的相片都会当放伫厝内啊嘛，有个所在甲人分享嘛吼。好，来，我要请咱做一项代志，甲恁今仔日所有炸的物件来讲一下。所有炸拢总起来，拢起来，嘿。好，来，放在这边一半了。第一次感动到手表。哦，好。这刷去。那个鸡来，从鸡币。背面。哎呀，这牙鸡章。对，这个已经是绝版的哦。然后这个有一个故事，富人跟乞丐的故事。哦，这下面再过来讲故事啦吼。啊，搁有无？搁有无？拢无安尼。好。这是哦。好，啊，我请大家起来头前一个原因，就是讲，你一个人一个物件，真好去甲人分享，但是这是阮兜，这是我所有的物件啦，我着变啊。你了解无？讲物件若伤济，你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啦。我本来说倒啊好好，着该摆一个这物件尔，我阁有足人的空间。但是即摆有早来同学拢总起来，这个是安怎？我即摆倒啊就要满，我若想要食饭，我若要做啥物代志，我的空间就受限制。咱伫厝里内底嘛是安尼吼，咱有真侪物件，接到一款这个囡仔，我的餐桌在哪里？规厝间对毋对？吼，啊，过来咧，这是吼，我之前结婚的一对青年，啊，两个囡仔，两个查甫囝，啊，伊定定伫脸书咧分享因兜的生活，啊，伊就有一天我就看到伊分享即张相片啦。伊讲吼，啊，即张相片，我即间厝间吼，啊，杂统统啦，因某咧甲嫌啦。厝里蚊仔愈来愈侪啦，拢已经变伫即内底安尼啦。我讲一日讲，我拄则讲去人兜爱用跳，对毋对？伊含惊我都拢无所在啦。无吼，过来伊就开始整理啊吼。啊伊就去迄一个上吼，足趣味啊吼。了解呐，整理了哦，有无？你感觉伊敢有等物件掉？我相信有。无你甲看，这之前安尼。遮侪物件哦，你怎啊？可以搁来整理起来吼，搁来用起来哦。所以咱需要整理咱家己，整理咱的性命，整理咱的物件，整理一寡值咱留落来物件吼，咱留落来物件。咱有足侪物件吼，会当来思考啦吼。比如讲，阮查某囝吼，阮妈妈是2008年11月安乐啦吼，阮查某囝是2000年出世的，所以甲阮妈妈斗阵8冬，阮妈妈才破病离开安尼吼。所以当伊开始捌代志的时，阮妈妈差不多拢伫病院咧出入啊，常常着送去急救啦，做电击啦吼，着伫病院内底。我妈妈互伊一个吼，足普通的批，毋是足好的。我单位讲毋是足好，足普通的批，台湾批啊。现在阮查某囝爱即领批吼，爱到啥物程度你知影？去美国某咧身躯边的营理，去伫遐读册参加啥物营会吼，咱讲迄个夏令营啊，啥物会啊，教会活动啊，伊嘛拢甲查出去。咱一骹行李箱卸开。有无？遮偌大尔，支一领陪单，就差不多拢满。伊就是一定爱炸出去，一定要炸出去。伊倒来台湾吼，3摆。阮2009年出去美国了后，伊倒来台湾已经第3摆啊。伊每一摆拢甲迄领炸转来。你想着足气的，但是对伊来讲足重要吼。
结果到尾啊，安怎对解决？你知影？伊即摆迄领皮无伫伊身躯边啊，安怎解决吼？来，哦，伊定来讲我嘛算这个游戏啊，好无？卡车啊，对啊，伊甲遮个物件拢会甲做一个记忆吼。啊，因为伊大学是读艺术系啦，读美术的。啊，因个教授就原来有一届就甲伊讲吼，你去用一个以上感觉上纪念价值的物件，你甲伊放伫你的作品内底，爱就转来问我，话讲伊想要用迄领皮，皮要做画哦，即声着可倒才华，你知影？啊，尾后来想，我讲啊无你加阿嬷即块皮，伊阁毋甘啊？伊当吼，迄个皮的图形去定做一块，甲伊完全一模一样的布啊，就去做，啊，甲伊对阿嬷的记忆，拢画伫迄块布啊顶悬，吼，阿嬷伫破病演员的名称，伊甲阿嬷的游戏，阿嬷伫遐咧化妆有无？吼，安尼，啊，这阿嬷伫病床顶悬，伊尾个画起哩，吼，啊，阿嬷咧化妆伫倒出边遮，吼，啊，这是伊甲阿嬷的小游戏，吼，伊安尼甲画起哩，啊，我甲伊教安怎做圈，甲装起来，吼，啊，这是阮兜，阮爸爸古早咧做诶代志啦，阮兜古早是做圈诶，咧表度诶啦，吼，所以这算讲阮诶老本行安尼，啊，咧教伊做吼，啊，教伊用安尼吼。所以，伊就甲伊的即个对阿嬷的怀念，迄领淡袂掉的皮，甲转化做一个通好纪念小东西。迄内底有迄块布无？完全无，敢若图样尔，布的样。迄块尾来迄领皮，伊家己单掉的，伊讲破甲伤烂。有足侪囡仔有无？囡仔。食冷吃过冷的囡仔拢等袂掉啊！吼，啊，你要想办法，甲伊转化，吼，甲伊转化。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安怎去转化咱的记忆、咱的纪念？我想这是一个咱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啦，吼，一个功课安尼吼。所以阮爸爸教互我的物件，啊，我即马教互伊。啊，我要转来台湾的时，伊甲我讲啥？你知影？爸爸遐所有吼，迄个木工的工具吼，拢留落来，吼，所以我拢无查转来，拢伫遐，拢伫伊遐吼。即摆目前无法度用，即摆伊去一个仓库间的吼，啊，因为伊即摆共租厝，所以空间较细。阮兜是我后壁后院，我规个隔一间，互伊去补啊。是毋是迄个疫情的中间，我有一道壁，互伊去做作品，去画图，画甲伊甲阿姑的故事安尼吼，啊去交作品啊，但是伊即摆共做事就无法度啦吼，啊所以这比做讲伊对伫阿公阿嬷吼，阿公的部分得到啥物货？伊莫讲过阿公，就是得到阿公的啥物货？艺术的遗传，甲做遮个物件的技术，吼透过我嘛留互伊，啊甲伊教吼，啊所以伊伫这方面就是对一个整个的家族。伫即8度内底，伊有得到真正好的即个纪念，甲即个咱讲的迄个底蕴啦。我拄则讲，即个圣经假是讲，家己纪念物件呐，爱继续去讲，甲后一代讲吼，后一代讲，来传落去吼。好，所以咱爱肯定过去咱的生命的历程。你若像讲阮查某囝安尼吼。你若甲伊讲吼啊，这毋免啦，这摆啦，这单调就好啦，安怎安尼啦吼？安尼对伊来讲，心情会安那去伤害。当你甲伊教讲你要安怎去面对这个物件，去处理这个物件的时阵，伊就家己知影讲吼啊，这个物件已经破烂，所以爱处理掉，爱干掉。但是对伊来讲，伊迄个记忆，伊对阿嬷的感情，有甲伊处理无？有啊，甲伊处理，有甲伊留落来吼，有甲伊留落来吼。所以减少无必要的收藏，是另外一种安那，一种欠钱啊。你知影即摆查某囡仔吼，足爱做啥物代志？你知无？滑手机，
广告，对无？我捌一个，即摆才50几岁的姊妹，因兜的衫椟牵出来的衫，会当互另外6个查某人穿。啊，伊无囡仔，啊，伊就有薪水，爱着看着介意，爱着买。啊，一个身躯尔，敢有穿啊济衫？有诶，迄条啊，佫伫诶，你知无？我即摆上袂紧诶，较紧啊！我那个买多赚多，敢有影？买多谁赚多？老板赚多啊！啊，结果要搬厝后面怎？开捡诶，互姐姐啦，啊，互查某孙啊，啊，阮查某囝拢有咧，再转去美国安尼吼。所以你若减少即种诶囤积，嘛会当伫经济顶悬安那节省会当节省一寡钱啊好。咱念米遮来啦咱念米遮来就是讲，咱会当分组可能4个人一组也是咱一个几个进入3、4、5、6，咱减10几个尔咱等下分做3组，来去分享。你有知的物件，还是你无知物件，你有家己要分享的物件。比如讲，就这个铜板，我嘛足出名的，这安怎收藏呢？这台湾古早钱的，即摆足侪人无讲这种钱这嘛家己分享啦像即种的我想，因为咱无时间互大家伫遮拢总讲，咱会当分组安尼4组。我来点好啦1、2、3、4，你要不要分组？1、2、3、4，1、2、3、4，再来1、2、3、4，拄好。等下1个一组，2个一组，3个一组，4个一组。咱念咪，咱各组，逐个人拢讲你有啥物通啊怀念的物件？你无知来无要紧，你会当做伙来分享一下安尼安尼有了解无？可以吗？有啊，我好像1、2、3、4啊。不是4的一组，1的一组。1的举手，1的举手。唔对，我讲1、2、3、4，你是几？你是2，所以1的举手，1的举手，1的举手，我再讲一摆1、2、3、4，1、2、3、4，1、2、3、4，1、2、3、4，1的举手。1的举手，2的举手，3的举手，4的举手，4的举手。来，咱今摆来分组，第一组。老师你好，拍摄，你交要点，交一个委员来看我的场地。好。咱苏联大学，最喜欢的访视委的校长。这间就是我来推咱的大型的会议啊，是讲咱的演讲像性平还有交通安全教育的这一件事那这就是目前他们也方面，我量不够低，有点闷要调低一点对，我看你们有点闷，温度可能太高了，我帮你们调低一点。好，谢谢。我看我。好，谢谢。你要不要？拍摄。好，来第4组的，请第4组的伫遮，第4组的伫遮，第3个伫遮，第2个伫后壁，第1组就留伫遮，第一组来讲，第一组。
这个海边。第三个。我们的人呢？看一下人呢，怎么只是要这个有人去钓的无？有人第二组走去别位影的无？啊，那个美丽之家，二在那边。哦。二，安尼对啊。第四组人甲4个人对，咱就来家己分享啦吼，分享，那个就请来加入一下。行李吼，安尼人咧派物件，我敢若派石头尔。我咪叫我车载石头，阮先生拢头唱一块石头，阮惊袂使搁甲扣啊。无这看呢。我去花莲，阮兜有一块化石木化石，你看是敢若树头安尼，这大块啊，遮悬。阿姨无得去，小心的。哎，但要叮当无可能爱卡车。哦，小心。哦，那个滑豆机啦，滑豆机啊。还好。锅水哦，迄用双面胶小甲量。哎，我阁有日本的，阮七福神，阮兜有七福神，七个红啊，这多人收集的。日本很可爱哦。你先生来标啊？这个呢，那个什么？这个我也有啊，手表我也有啊。我嘛是，我没有带来啊。我太多了，不知道要带什么。我想一想说，我的戒指在这里。对啊，欧搭，对啊，所以就也不能写，这是历史的伤痕，对不对？历史的伤痕。是啊。阮姐姐啦，阮姐姐加我16岁啊。加你16岁，你上细。我弟会较搁一弟弟2岁，请我弟减我2岁，对吧？对啊。啊，恁3几个囡仔？10个。我嘛10个。妈妈跟他起7个嘛，三个送人了。那是以前都阿公决定的。戒指啊。他都用毛笔写。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它后面是用那个自然的那个棕榈皮，以前在做雨衣的有没有？看过吗？张水。哦，张水。然后他用这一块布它是有故事的，它就是一个富人跟乞丐的故事。这个富有的这个老板，他平常在那个邻居都很不好相处，他是一个很抠门的那个有钱人，所以他的朋友不多。那有一次他的生日，他想要请客办了好几桌，可是没有人去，因为他的那个朋友之间对于印象无好，因为一对人无好，所以没人爱去。没有人要去的时候怎么办？他只好请他的仆人去说，你到外面去，有看到乞丐或是看到贫穷的人，你都把他带进来。所以善良人还是去吃，拢是溜起来在讲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改头换面，变成一个有良善、有爱心的人。这个是爷爷留给我们的。以前是老人那个我的这边那是石门水库遐来看。你要分享一点值得纪念的东西之外，
你们也可以分享说你们在家里怎么样把这一些纪念的物件来陈列，还是讲分享，还是归类安尼哦？咱来看分享。我没有什么好分享的，我没有什么，因为我们以前是穷。哦，我吃素哦，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吧？没关系呀，没关系，对不对？应该叫做我阿嬷从小就是看到我阿嬷啊，我那时候就是讲腿长哦，早摘而已，到10几20岁吧，都是这样。啊，有时候就忘记就没有吃。我那时候我阿嬷到结婚以后，还是都是吃早的。到应该到3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呐、那时候叫做什么？盲肠炎吧，应该叫做盲肠炎吧。长庚医院刚好才牙医才开。峨眉湖的呀，峨眉湖艺术厅里面表演的啦，唱国歌啊。哦，唱国歌啊，这样袂记啊。我就刚刚往那起，消亡光明呀，刚刚消亡光明。可以听得懂，还是我要表达比较困难。那儿子他也要很重要，我经常要办票啊什么，所以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儿子第一份薪水，他就在中正纪念堂，我第一次在那边买东西，就买了这个手表。中正机场，好，中正机场就是桃园机场，我就很感动呀。那时候我因为老花看不住了，一看这个就很清楚。结果这个就30多年了都没有坏。对啊，这个叫Swatch，这Swatch的拢袂歹哦，就要40年啊，你敢知？30，我一直让他50出头，我今嘛80几岁，就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平常不戴的时候，我会放在厨房，这个那个蒸东西要几分钟啊，我就看一下，我会挂在厨房这样，用一个叫够这样，平常戴今天就是要分享了，我就想，我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虽然是一个手表看不起眼，可是对我来说是很多第一次的纪念。我就是这样子分享。那怎样？听有了哈，对，这个最好第一份的薪水，所以我也有感动啊。就小孩子他在读书都去打工赚钱啊，对啊，就这样哈。对。就是宝啊，而且我是第一次去美国，就是第一次很久以前。少年的呢，今天算了。这个跟水果，伊就较了解，因为讲水果去，伊还有了解我。阮爸爸的阵还有，因为伊一家庭里，载爸爸去监堂。阮太太伊阵仔有做离婚路，伊嘛有过参加离婚路的买物件，好几十年。然后我跟他结婚是差不多，我是30岁，他是22岁，是那个峨眉湖。22岁，他结婚算起来是，跟一大顶头了30年，52岁，52岁的弟，这么高进，对，真多。多啊，多啊。这个给先吃现包。
哎，几年？哦，这因为进前我会记是迄阵啊，爬迄个白沙天山时。我足久啊。哎，迄阵几年？哎，民国几年我袂记得，林庆鹏还无第一时阵。现在变成故事了。对了，现在都哎，当时的故事啊，不是说谈恋爱，谈恋爱那更早，这个是结婚故事。像说这个没有纪念性的。我惊讲，我去斯瓦巴特票的，无人爱钱。嗯。这很久了吧？证据。我很喜欢呢。对啊，就水，我一看。温刀九条嘛，在这个好相处，是一个很抠门的那个有钱人，所以他的朋友不多。那有一次他的生日，他想要请客办了好几桌，可是没有回去，因为他的那个最后一个就是第五个。然后这里是自贡的啦，这自贡的啦，你熟悉啊？眼睛很好，他其实很好，对啊对啊，抬头看错，其实眼睛很好，对啊，对，这样讲听得清楚就比较有意义了。对对对，这个一个手表嘛，有什么好讲的？对，对我来说就是对，因为眼睛不好啊，你看那个我看不清楚啊，就看那就很清楚。这更清楚。这个我有模糊，有一点上面的时间可能。你没有看到苹果在上面吗？有啊，还一大颗的苹果。哦，还好不是看到凤梨。不是要看到苹果很大颗。我没看到。做商料。前面就好，还好主人就派，福州人很凶，然后他就在边啊，自己讲边啊看，伊讲，你是要倒腰呢，从吧，你搞一下情绪人养一家，所以他就帮忙收拾过来，你要摸这一段，你要摸这一也蛮细，我就是给你请他的，你那的话天蛮细，那出去跟那个明星做签证啊。退休要。头前吼，我今仔无共款，因为我的心内有5万。迄上艰苦过的人是啥物人？你知影？心内无5万的人，对无？吼啊，所以这条歌就是咧讲，按对咱的心灵要先健康嘛。那人咧讲吼，心会安那，互人破病啦，对无？你的心情也好，嘛会互破病安尼吼。所以心灵的健康很重要吼。过来，牧师甲牧师会几摆的课，甲咱来上灵性上面的课程吼。啊，今仔日会先来甲咱来讲到这个，你通好纪念的物件，但是无成做你的羁绊。啊，你的心要有健康，要有新的愿望安尼吼。所以咱知影，其实留物件毋是无好，吼，但是咱爱甲伊分享，爱讲故事。无，咱也毋知影有即个遮尔好的物件吼，啊，搁遮尔好的故事吼。好，你拄则除了分享你的家己纪念的代志，我看讲甲拢袂煞呢。你敢有去讨论着讲，恁安怎收藏？你安怎去整理有无？无吗？有吗？敢有？有哦。来，你拢安怎整理？我房间的话，一个长桌，这个有看到哈，我都是摆我喜欢的书。
剪回来的时候，那个可以摆一小时，买很多摆不下。摆不下你怎么办？我用那个炒的整体很好，你们这个卖饭其实很重。盖过，但可以最喜欢的就是常常摆下来觉得是常常看，常常去欣赏。好，可是我的重点在那个不常看的，你怎么办？好，这样，你应该是摆出来，跟人分享，这是上好，哈。安尼这个纪念的物件，才有达到伊的功能。但是我现在重点是，你如果多余的，你把它放在一边，即便你把它放得很好，就拄则我咧讲，我结婚的迄对青年的家庭，你即摆整理好，你看一包对无？我问你，敢有可能有一包物件是3天无用的，5天无用的？敢有可能？5天无用，你要安怎？这是我要今仔日要甲咱思考的问题啦，吼，甲咱思考的问题。来，所以这个纪念的物件上好，当然就是讲，亲像安尼，我讲我这放伫阮兜，吼，互人会当看，会当分享吼。你若要看细字体，拢无问题吼。你会当有好的陈列，甲人分享吼。像阮兜吼，我家己画足个图吼，但是我家己的图伫阮兜无美白，我感觉我钓袂遐济，吼，我大部分的图拢关出去啦，吼，拢关出去。我关上这所在是彰化基督教医院，你知影？为什么你敢知影？因为我爸爸咧甲我教的图的时阵有一个观念讲。艺术是公共之财，所以我从来没有因为卖画自己赚钱到口袋里面没有。我的大脑的大概就是义卖，我要帮慈善单位捐给他们，还是讲教会进行那个建堂的时期卖安尼。不然我大部分都是送给人家嘛。然我足侪牧师的朋友去到彰化到基督教病院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吼。就甲我来，无就用脸书甲我讲，我来遮欣赏着你的图，安尼有记得无？人替我保管，佮互证人去看，吼，你若有机会去中华基督教病院吼，伊迄个中医的二楼，你若要落楼梯的时候，看到一幅我画的，就是男医生，我迄阵也互咱看过，男医生切肤之爱迄个手术档，迄一幅，伊甲伊放大。做一个软片搁伫遐，这个用品吼，所以迄个通去纪念的物件，应该是会当甲较侪人分享，迄个意义较好啦吼。过来就是讲，咱感觉讲做物件伤济就厝摆袂落，特别是即摆吼，即摆厝足贵呢。古早你会当买透天的吼，即摆吼透天2间咱换迄个大楼内底，迄个几十平安尼对不对？吼，有无？我讲我伫美国买100平的土地吼，伫台湾可能买20几平大楼的下一间，佫无够，你即摆愈来愈细间，你无法度有特别的所在去陈列这物件嘛？你要安怎？所以你会当家己翕相起来。比如讲，你有足侪石头，你看翕一系列，因为你无可能拢摆嘛。规百粒的，你当有迄个大数经伫遐咧摆，你来翕起来，你会当常常甲人分享。吼，我讲咱去处理即个部分啊，你无法度陈列即个部分，你要安怎去用吼？过来，你感觉有啥物方式？过来咧？分互人啊。分互人，吼，来，这就是我要讲的吼。我伫美国吼有足侪牧师甲教会机构吼，成立迄种。二手捐献的商店，伊后壁吼，就讲这是店，我有一间店叫做 Goodwill 好的意思啦吼，这是一个牧师创设的。伊头前一间店就是专门咧卖二手的物件，吼，专门咧卖二手的物件。牧师有做侪商伫迄种店买，足好的牌哦，一领可能几若100块美金的吼，我10块就买着。当然是人穿过啦。你甲小穿去就好啊。好，我甲牧师常常安尼啦，物件在去后壁吼，去关来头前消费。
啊，为什么你知无？因为迄间店伊个互迄个有较有职能障碍的人去上班。我有一个表小弟的囝，伊是迄个叫做啥？伊自闭症。啊，伊无法度甲人足好的迄种讲话来迄个，但是吼，因即个机构就开始甲伊训练，互伊慢慢会当做助手做。即摆伊已经伫即个真好的一个电子的公司内底咧上班啊，嘛透过即个机构吼，甲因训练安尼，所以我嘛会去买一寡物，是我咧穿的衫，我会去遐买，吼啊，这对因来讲就是一个帮衬。而且美国的国税局，你若比如讲我捐一支语夹，你甲写，你伫每年阮4月15报税，报税时阵你着照伊的收据送给你，政府会当互你退税，含捐物件拢会使哦。咱到的是捐现金才有，咱台湾的国家是捐现金才有，捐物件伫美国我哪会使？我捌捐2台车去互一个音乐台。啊，伊就拢对，我拢免处理，我就敲一个电话，伊就来载啊。叫拖车销售啊卖掉，伊就开一个契约，讲哦，你即个车甲大侪钱，互你退税啦。美国有即个制度啦，吼，所以这是一个鼓励，我感觉真好，吼，一个鼓励安尼吼，捐赠吼，或是给予回收，咱台湾做者回收嘛，吼，衣物回收啦，吼，啊你去捐赠回收。互人去吼，你莫甲有伊足侪人来讲啊，这吼拢给伊做二手衣卖掉啦，怎啊？我讲你就免管伊会安怎去处理啦，迄伊的代志，伊做违法的代志是伊的良心的问题，甲法律的问题。但是伊提供咱一个回收物件，你若决心要做回收，啊，你就互伊回收完了就不要管它了，迄互法律去处理就好啦。哦，我讲咱有即个心啊，吼，过来就是讲。即摆有台湾嘛有啊吼，台湾嘛有即种迄个专业的整理师，什么叫专业整理师？我著规厝间满满，像拄则我讲迄个少年仔伊安尼，伊迄厝无法度入去，伊嘛无爱看人，毋知要怎看人。大多是啥物款的人的问题，拢是老人家。老人家有捡物件的习惯，伊出去，伊就感觉讲啊，这个真好，啊，就捡转来。但是对伊来讲，可能真正完全无路用。但是捡到规厝间，伊嘛毋知影讲，伊到底有啥物件。啊，忽然间老人家过往嘛，安怎？伊的囝来接，伊就请人来整理掉。啊，伫美国是社会局会做这样代志，会去请专门来整理的人。啊，所有遮还佫会严一个，就关去互拄则我讲遐机构，遐慈善商店、二手的商店安尼。啊，这是无共款的做法吼。即摆台湾有专门咧整理这个物件吼，的人啦吼。好，啊，咱来唱即条歌啦吼。你佫有啥物款的方法无？佫有无？拄则讲送人嘛是啦吼，捐赠甲送人拢是一个方式啦吼。有人介意的吼，啊，你会当分享嘛。我讲我一个迄个我自细就爱鸡肉。我有足好的邮票，吼，我有足好的邮票，啊，但是吼，我拄着我的客家的查某囝，伊足爱，啊咧收无，我就互伊，我就互伊，啊，我去定亲，我去定亲来接，去定亲来接，啊，其实咧接有当时啊，毋是因为迄个你会当无的价格，是迄个收集的时阵迄个过程。我对信拢内底甲泡互重，甲摕起来了，用互打，甲用互整济，啊，甲用起来。哦，迄个过程啦，钓鱼的人吼，除了讲钓着鱼的欢喜了，其实伊伫遐等的时阵吼，迄嘛是一个趣味啦吼。所以，讲你看你什么款的一个过程，你重视的吼啊，其实你能够跟人家分享，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啦，吼。我感觉这个物件嘛是咱会当学习的吼，啊，所以那安尼时阵，咱就不会说在家里吼，越积越多东西啦，吼，
才不会越积越多东西。你若知影讲哦，比如讲爱捡石头的人，你知影讲某咪人就爱捡石头，你嘛当送伊一块啊，分享一下。哦啊，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好的方式啦，唔通阮最近常常咧甲一寡许多人咧讲吼，唔通吼，但你有一天吼，忽然间离开的时候呢，你的儿女看到你的家就摇头，会不会？会。你觉得很宝贝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什么负担？对不对？哦，所以咱嘛是爱安尼，互各个家己各个轻松，也互咱的囝儿孙将来较轻松吼，这是为了将来的预备安尼吼。牧师，麻烦你等一下帮我弄那个歌哈，换乐，谢谢。咱先过来唱一摆啦哈。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耶稣会更不一样。今天我的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你，我都变成你。咱即摆改做你，好无？哦，手着你的时候，你比别人，今天你也可以不一样啊。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你将会有力量，今天我不要改做我，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不一样。今天和你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